我同事前排好慘，俾業主話要收返層樓自住，佢焗住四圍撲去揾新地方點，資格咗幾個禮拜，佢竟然喺同一條街嘅地產見到自己舊居放租，仲加咗成千蚊租，佢嬲到爆炸，打嚟問我點算。喂，呢啲擺明就係假自住嘅伎倆。而家法例講到明，如果業主用自住理由收樓，佢真係要自己或者指定嘅家人入住㗎。如果作出呢啲虛假聲明，業主係犯法㗎，一經定罪，罰款可以高達10萬蚊，仲有機會要坐監㗎。被趕走嘅租客係有權向法庭申請賠償，甚至要求恢復反租住權㗎。所以你撞到呢種情況，記得影低個放租廣告，所有證據保留好，即刻去土地審裁處舉報佢，唔好以為租客就冇仇報。你話呢啲業主係咪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咁天真？